係12。好嚟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咧，冚天鐵翼中間快活英雄都快啊！咁啊見到內欄啦，藍白環間衫啊，包裝名將進佔第2位啦。真心傳奇粵港之區外邊預燈啊，包尾一對紫色衫非凡豪傑粉紅衫嗰隻咧就好節拍嚟嘅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快活英雄佔先啊，金牌活力就向佢外邊追佢噶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中檔位置有包裝名將，外邊追有冚天鐵翼，最出係自滿同行嚟噶，最後百零米快活英雄都好大隻噶，咁啊拋甩咗個零身位到啦，外邊自滿同行追上嚟，中間金牌活力啊，接近終點快活英雄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啊！第2名啊嘛，自滿同行外邊追咗上嚟，中間第3係金牌活力，咁啊埋邊包裝名將啦，灰馬呢隻冚天鐵翼咁啊影相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亦都迎合到今晚嗰個場地形勢啦，擺前好着數，快活英雄結果改跑法，大隻馬放到底，另一隻大隻嘅自滿同行都係追嘅呢隻就。第3金牌活力係咪機會高啲呢？第4名埋邊包裝名將。